台湾史典武庙创建伫咧明朝永历年间，主事关圣帝君。伫清朝雍正5冬，西元1727年，奉旨列为史典武庙。伫每当9月30举办秋祭大典，伊咧由现任的市长孙古礼主持祭祀。伫旧年复办春节大典，今年依照往例办理，目的伫咧表彰关圣帝君的忠孝节义精神，并期待后代子孙会当延续对着关圣帝君的尊重传统。从去年开始有春秋两季的一个祭典，那一样借由孔庙以诚书院的乐声以及我们学校的艺生的协助，那在武圣的祭典上一样有这些的雅乐以及义武的表演。那同时武庙的祭典里面，它还有一个马使厅，所以在跟孔庙的祭典上，其实形式上还是有一点不同。那文庙跟武庙是台南市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，以及在所谓的文教的一个教化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，所以至今都还流传的这样子的一个祭典。祭典礼乐声由台南文庙以及新书院艺生担任。6义务由丽林国小46位学童演出，艺生伫学校老师甲庙方的引领，行迎成礼，表达对着武圣的敬意。典礼结束后，市长黄伟哲嘛颁发艺生证，予参与演出的学童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